转，是往前，是往前转。跳完了头山碧云寺，关子岭碧云寺，中山国小前面那条路一直往前走。我知道，我教育部的教育部。中产院在民国大楼前面是看头过来。然后进出还有关教。太子爷宫的系统率领信奉第三教。中山国小前面这条东边这条路是走到德昌区，上德昌区这边要左转了。看到德昌区路标要左转。